讲哇，等下呢可能推动的细伢子的，细阿哥会记得来精彩的表演。好。第一道节目就会帶來兩首歌曲，係林占明先生新創作嘅歌曲《人生一旁戲》。那曾浩明曾老師，請做準備，謝謝。好，我們今天現場呢都有直播，所以呢大家等一下可以在網絡上 YouTube 看到我們大家表演的一些狀況以及回放。好，來，笑容要準備哦。谢谢我们的童花协会合唱团带来嘅两首歌曲《人生一拍戏》。好，今晚呢童花协会合唱团所带来歌曲哈。哦，呢度真然非常非常嘅真嘅哦，带来按用轻松嘅歌曲《人生一拍戏》。3号楼呢 ，Annie 爱的邮唱皇室小百合哦，真的是有小百合之称的2位老师，真的非常的厉害。从以前呢开始表演的时候，被人给师姐看到记得哇，戴锣鼓啊，哇，啊那香龙的姐妹花，真劲真劲，皇室姐妹花，黄新慧老师还有黄丽华老师，好，给他带来歌曲係音乐全球耳鸣呀，好，送上来鼓励，谢谢，好，大家好，大家好，非常多谢今日能够来演出。
带来林老师的艺术歌曲《迎烈千秋你明呀》，谢谢安子生，谢谢。现在太高手术，我们有热情的动作，好不好？哪里？哪里？谢谢。秋霞老师来了，还有好多的老师哈，妹妹老师，大家都在现场啦，很高兴。安子生什么太高，谢谢谢谢安子生。什么安尼黄新慧老师啦，黄丽华老师带的安尼非常赞的歌声哈，迎烈千秋你明呀。三好了，哎有唱到的是小妹妹，小妹妹还有声音陈子怡。好，要带来歌声是下法冠强春，喜花要赶青春哈。来，我们漂亮的妹妹陈子怡，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是陈子怡，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下法滚强村》。
谢谢陈子怡 say 啊，妹，谢谢，好，谢谢志毅带来的歌声哈。下巴棍抢唇。你看，安尼现场哦，有准备了牛的糍粑哦，准备大家可以啦，利用时间来做个享用哈。牛糍粑提供本大家来做个美食的点心。嘿，因为了下含下猪头，含忙食呀，古时候咧了下做得先来食一下糍粑先填一下肚子，才不会饿吼。好，来准点心来说啦哈，然后来有唱到的民族沙曲歌谣版所带来歌曲的《凤城路》，张新文以及我们朱鹏娟老师，请做准备，谢谢。还有童话舞蹈班也做准备，等一下我们合唱团的哈，直接在前面上台就好了，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 DJ 老师准备下音乐喽。好，准备好了吗？OK 哦，来凤城路。到处跑路，看马清楚。
感谢我们的民族社区歌谣班，还有感谢我们的同花协会的副理事长董娘，以及带领他们的学生，带领他的其他的一些同学员，一起带来那么好听的歌声，再次掌声鼓励，谢谢他们。什么那个民族社区所带来的风尘路的歌声，上好了，安尼今日贴配了，有说创艺术咯，说唱艺术哈，贴配为大家来做一个准备哦，也是一个我们一队的年轻的年轻的美少女哈，我们的帅哥的搭档的组合，有请各位祝贺。我们的张新文以及我们朱鹏军，哇，都来得耶！来，掌声鼓励，带来说唱艺术。好，好，大家好。我是彭娟，我是新文。今年第一团客家艺术法本大家来探看啊！好。你看啊，你8点妹啊，按久无见啊。今晡日去那位洗洗扫扫，去那位冲山沟了。你唔是那条路子沟啊？动枪嘞吼，接去风流，不过还是强用烟斗哦。哎呦，你8点妹，你看再暗甜啊！发讲啊，今晡日擘街風，老年財到下邊來啊！我今晡日吼來參加了同花協會舉辦嘅法通啊！按拄好，捱媽係啊！既然呢，捱今日一件10分嘅條件，你看啊，現場有眾多嘅好朋友啊，兩啥來講一通神奇嘅客家法本，大家來聽好冇？好唔好？聽太小聲了。好唔好？好啊，唔過吼，起碼梗係神奇嘅客家法咯。你看啊，嘅客家話當多當神奇，像嘅師傅話嘅質量還有釀油。好啊，唔過係太姑娘送口頭一版呢。冇要緊，唔是緊張。你看啊，半桶水加半桶水就是一桶水。唔錯啦，係1+1太過2啦。係啦。用一條線會變神經係冇？係啊，就會變神經。接着上台就會有心情了，我家家來講好咧。好，來，現場嘅朋友，做啲人演唱下朴樹冇？朴樹好咪？好啊。演我來邊嚟結實兩本大家聽好嘛？來，大朴嘅。還忙結實你啦。還忙結實兩係冇？係師傅花。師傅花先來係嘛？好啊，來啊！你講師傅花就師傅花好嘛？好啊，嘅我先來哦。好。1插風，3插龍。通風。2人強把1記3。掌風。3個冇細神。哎呦，因為按歐洲呢，你看誒，身上滿多。4兩面呢？棉毯。5講6舞。多夢什麼語？2月3呢？哎呦，你也是哦，加唔得。7月半嘅阿伯。哎呦，唔抵死。8月半整天班。現場嘅朋友，你看啊，8月半整天班，會唔會踢咗9強18條。客家嘅山歌。悠悠的悠。按牛媽做的客家嘅山歌。當然咯，10嘅唔見睇9隻。你看啊，一看就對。係呀，哎呦，那條路子講吼，講到就要對打，食材厲害喲。係啊，姨媽係啊，嗌啊，聲音嘅阿伯清兵啊。係呀，哎呦好咧。你來邊結沙鈴好咧，你敢冇？哇，因為唔敢，老叻仲冇拿鐵，挨就敢。動強哦，你下我家觀眾朋友嘅數吼，留你打破嘅咯。來，練習一下。來，1、2、3、4，1、2、3、4，1、2、3、4，
别当雕渣骨，骨面挖老布，老鼠咬烂布，埋地补来补，唔知补骨也补补，好应的心肝处处处，好应的心肝处处处。才讲到我心肝处处处啦，我挨来好嘛？好啊，来大扑的咯。练习一次哦，1、2、3、4。1、2、3、4，水大一上海，大多奶度买，唔知奶买海，也迄海买奶。啊，水大一上夹，大到10福家，唔知夹夹啥，也迄夹夹啥。我有一张哦，并地路上路，唔知爱鸡哦，也迄路鸡路哦。阿妹鸡车妹，车妹鸡阿妹，唔知哪只阿妹鸡车妹，车妹鸡阿妹。啊哦，有冇按腔咯？啊。冇破上呢，中上不厉害嘛？什么呢？哦，真经讲到吼，像法院嘅法开到哔哔啵啵呢。哎呦，你妈嘿，你看哦，冇上就冇上，一上就打烂啊！冇梦嘅啦，嘅，你来边饮药本太教堂好咧。来啊！好啊，嘅，我先来吼。好，开始咯。好啊。实在爱仰阿弥陀佛，两头渐渐的加难佛，步步年年有年佛，眼眼边边的思来佛，朗朗闪闪八来佛。哦，懂腔哦。系啊，现场的朋友，你看，你嘅客家话，系唔系当神气？系唔系？神气嘛？冇糖到上哦，神气嘛？耶！真经当神气呢吼！1、2、3、4，神气神气，1、2、3、4，合法神气。什么嘢？等来了。哎呀，8点麦。祝高举。你有飞咯，再见咯。神奇真神奇哈！你一趟呢说唱艺术哈，真经带本台家无强样嘅种嘅感觉。哎呀，刚刚听到他们说要去约会，有 feel 也没有约我一下。没有，你可以啊。待会电话就会响了。对，电话就会响了。哦，你要3号了，有抢到诶嘿，那同法舞头了舞蹈班啊，哇。不一样哦，有童话人仙子的各种的感觉哦，哇，给大家带来一样不一样轻快的舞曲。这是歌曲是杨妹妹老师所演唱的《爱给歌上》，重赏鼓励。传来爱的歌声，从你来对心中的思念，荣耀的亚比来披香，歌声响亮满山岗，唱出爱的歌声，爱情的歌你来唱，来欢喜堂，真心的爱你，爱你永远不变心，年光永远会来的真理，爱情的歌你来永远来对唱，唱出了你心中的爱情，真心真意来对你，唱出幸福的歌声。传来爱的歌声，从你来对心中的思念，荣耀的亚比来披香，歌声响亮满山岗，唱出爱的歌声，爱情的歌你来唱，来欢喜堂，真心的爱你，爱你永远不变心，年光永远会来的真理，爱情的歌你来永远来对
创，创造两人心中的爱情，真心真意来陪你，唱出幸福的歌声。创造两人心中的爱情，真心真意来陪你，唱出幸福的歌声。情嘅歌声同花舞头版哈，哇，非常的有活力，记得跳出来真件非常的神马，非常的认真来做着练跳哈，安尼咧上下来有唱到我们的张新文以及朱鹏君所带来的财神福神好运到，相信大家人就要招一个好运。聽到呢首歌曲，也同樣係希望大家就有福氣招來大好運。同時呢歌曲嘅欣賞嘅安尼來做只表演的時間，也會有咧邱可芬老師所帶來的他們的舞蹈哈。講到邱可芬老師，給到咧我們的社大。还有各个的救国团，都有各个社团，就有看得到佢哋表演，也祝大家本記得掌聲。合唱调，什么？啊，不是，他有合唱调，就有合唱调啊。好，我就下了。F 麦啊，很像是 F 麦啊。好。麦克风，出口跟着。喂 ，Hello， 大家好，我係莊顯文。同志嚟啦！我係福神，今天要告訴財神福神，好運來！大家，快過嚟，大家聽下歌喎，加藝術學。祝福大家新年好運來。
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财神、福神、好运来，有难度嘛？跟财神有难度嘛？有啊！我拢係講有難度，安尼將你嘅福氣帶轉移好嘛？哎好，財神、福神、好運到哈。剛剛沒有安那個，有看到有現場有那個。什么代表？陈思璇陈代表哈，在这边也感谢他来做个现场，来做个给大家鼓励，好，真的非常谢谢他。是，谢谢。那么3號的 Annie 的邮箱，3號的邮箱的頭分是英勇沙區歌唱班哈，這個歌唱班是我所帶領的，也希望大家多多的來做個支持，來做個鼓勵。好，英勇沙區歌唱班所帶來歌曲係人間神仙夢，安尼做唱了吼，在了生活當中做歌到好，吼，安尼呀世界一情快樂，好，在安尼平常生活當中。歌唱有咩快樂嘅方式之一？安尼喺啲平常生活當中啊，安尼去做得去歌謠班啊，也係參加乜嘅發通啊，本世界有個快樂的因子哈，啊用喺生活當中，這樣唔係講因為咧以前物咯，然後就佢哋就帶來歌曲係人間神仙夢。哦，欣賞強拍音樂。满天
声门干下来你的名声。谢谢兴隆社区歌谣班，我与有荣焉，谢谢你们。哇，谢谢。我带的班级，谢谢你们。是，我们这时候可以来访问一下我们的黄美芳老师哈。老师对啊，稍微访问一下，凤母一号。家下网友知我介绍，我都黄蜜蜂。哦，蜜蜂欣赏以后，挨迄车队部哈，上个问你哈，你那个狗友班啊，待了几多年嘞？待4年5年，我咩唔記得咧。哦，4反年正就勁衝勁大。 4年，有，按用嘅成績哦。這個成績哈，真的，因為有其他班啊，根本你能夠來搶到呢班來哈，也真件哈，也非常嘅感謝佢哋嘿。哦，真件哦，先生教你狗友班非常嘅厲害哦，大家做得中上本哈，那個蜜蜂先生冇，真的非常厲害。 啊！你在場咩很有當道嘅先生，優秀嘅先生。真件哦，真件哦，就像撒下了，有唱嘅先生咩，非常嘅厲害。係錯，錯唔錯？大家說對不對？咩？錯老唔錯，到底係哪一個才是對呀？錯個也唔錯，這個真的，你客家話真件當神奇啊！教到了客家話，你家咩要說唱藝術哈？說唱藝術咩係你學習嘅地方？將你哋講客家話，嚇，你就要做推廣。你靠行業認證冇？有啊。有嚇。有，唔過你啊。中級。中級。 中級，那個初級冇通過咧。初級冇通過，有通過中級。通過200咧。哦，通過200啊！在下我通過中高級。哇，各以心展示，謝謝老師啊，非常嘅厲害。唔過你下啦，捱係要靠開了。哦，海風腔，我未講我講海風。哦，海風是嘅，安尼就會哈。等下我要睇那個董事強。 東勢腔也不一樣哈，老平腔也不一樣哈，要做學習嘅地方，但係根本呢，安尼除了講客家話，我哋做到推廣嘅話，你當然咩要美食啦，梗係要樣樣啲糍粑，糍粑，大家。係哦，還有好食嘅糍粑做得嚟，食一下，填飽一下肚子，才不會那麼餓哈。好，等下安尼後邊還有會後的餐點哈，來提供給大家。好，三下嚟嘅節目咧。 非常嘅精彩哦！那3號有請到嘅係莊長明老師以及莊志強老師，待會你也是歌曲很多阿公阿婆做，我咩阿婆做嚟你啊？相信冇？阿公阿婆做哈，咁你後生嘅阿婆呀，唔啊，我咩唔知哈，大家歡喜的心來接待這一切。好，莊老師，來請出場。阿公阿婆做，是安子師，大家好，我帶來我專輯第一首客家歌，阿公阿婆做，你們大家會喜歡。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这首歌是什么歌？叫送上。好 ，OK。那么我们的庄长明董事长呢，他说啊，他今天带的这一份 CD 呢，想要送给大家。来，请问一个问题哈，来，刚刚庄长明庄老师唱的这首歌叫做什么歌曲？有谁知道？大概歌曲。那书不用好了，书不用好了，书不用好了，无爱讲，无爱讲。安尼了有转息不？要转息真的非常难得哈。有了送本来太感哈。来，有几多分？1分，他一般带3分，3分到2分，1分哈，等他会熊大比赛。以后带多一点。好来，那歌曲的刚刚唱的歌曲的名称，1、2、3。哦，听懂你。我觉得再来一次，比较有造型、比较花俏的，给我展现出来好不好？哦，特色拿出来。1、2、3。哦，特色都很好，来。本做反应。挑选给哦。哦，我想讲个后背阿三忙啊。从给迄马该歌曲咯。阿公阿婆做。哦，做阿婆啊，做阿婆的哈。哦，做点面阿婆的哈。送来一下，送来一下，颁奖典礼。后面的朋友，后边朋友，我要注意动呢，我想要滚呢。唔过总落实一致条件，没办法了。抱歉，以后我会带多一点哈。对。好，我怕说没有人要啦，所以带一颗而已。不会。随时要有准备。是，我现在要做那个 F 什么 B 啊？哦 ，FB 跟 YouTube 嘛。对，我现在做那个比较方便。哦，插在那个。哦 ，USB 啊。对。哦，随身碟。以后我会做那个哈。哦。然后你数个工商广告费。因为我这个都是做公益，都是用送的。哦，要大国的工商广告。好，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的董事长哈。来，上下来是乜介？今年非常重要嘅节目吼，你嘅杨妹妹老师。唐讲哦，期待嚟嘅廖氏国球还有舞蹈团，郭老师舞蹈团，来做个结合。太高我来注意哈，因为这个舞蹈团他们是朝阳社区这边的哈，他们远道而来，而且盛装打扮打扮得非常厉害，连山地舞的舞蹈装都拿出来了，各位是不是要掌声一下，重赏一下好冇？杨妹妹老师带来歌曲是《苗栗山水好风光》，那苗栗人有年出名，有客家人，有福佬人，嗰所的歌曲当中係3种语言来做一个结合，欢迎掌声鼓励。有请杨妹妹老师出场。大家好。我係楊妹妹哈，帶來了所有後堂的苗栗山水好風光。掌聲一下，安姿勢。老師，麻煩下音樂，謝謝。
重视好希望，用培养心善良，文化不言之温柔，出名山水来尽头，高空发达本事好，天文地理第一名，全国生来有名声。西湖村桂花巷，雪大仙山鲤鱼潭，草莓雕刻火焰山，客家园楼出黄坑，塞下去哪路啊？泰安温泉马拉松，圣心车站美名响。三观文化多元化，创新打造人人化，苗栗的热情跟温暖。相信来泡茶，马路啊，红海呀，美丽山水好风光，18公司好地方，用天地将心善良。文化不变之温柔，出名山水来尽头，高空发达本事好，天文地理第一名，全国生来有名声。西湖村桂花巷，雪大仙山鲤鱼潭，草莓高坡火焰山，客家园河出黄坑。塞下去哪路啊？泰安温泉马拉松，圣心车站美名响。观光文化多元化，创新打造人人化。苗栗的热情跟温暖，欢迎乡亲来泡茶。观光文化多元化。打造人人化，苗栗的热情跟温暖，欢迎乡亲来泡茶。哪里啊，谢谢安之 C。苗栗山水好风光，安之 C。谢谢妹妹老师所带来的苗栗山水好风光。安尼苗栗县有18乡镇，每一个乡镇就每一个乡镇的特色。在这特色当中，我们苗栗县是最棒的，尤其是在我们的县长带领之下，更有我们的议长的在推动配合之下，把我们的苗栗县可以说带动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安尼苗栗县的议长总董经总议长也来到了现场了，也就邀请安尼议长老太家来在咱们邀请我们的议长。请议长给我们大家来做个问好。好，议长好，议长好，以及我们的工作的团队，我们秘书，以及我们投奔市公所的秘书，好，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美芳还有赵德武今日台北的主席理事长了林展毅老师了还有我们谢启聪创会的会长还有代表现场的谢秘书，特别很市长的机要秘书李秘书，还有代表政绩蓝营的刘冠成刘秘书各位委员、各位好朋友、各位乡亲，大家安全，大家好。好。老实讲苗栗或者有林展毅老师按3班跟按有采访下游按到国位当然也有那么多优秀的歌手大家鼓掌这个带来很好的气氛让大家不光其实中国不单逢年过节很多中国中国都是公益的意思呢要是我上海的转移按不头
我如果提早回家让他不用弄啥，就打开那个卡拉 OK 就在家里唱。两海人几乎木卡大家只有卡拉 OK， 故做进唱都进不去唱啦还有老师搁下去条好的歌的来问大家唱那个相信客家歌就会有机会。因为客家歌当然因为客家人较少上摆学委会有一摆来县政府推广讲客家，当然那唱客家歌以前一定要讲客家啦讲客家，大家总管贵宾大家讲的拖拉久啦包括领导也讲法也都讲下啦其实客家话唔要教细人的听，教细人的无效，讲教咩呢？教后生的妈妈，因为就特别细人嚟教客家话都不卡学话，许多学教咱讲国语你好快来说点头头。佢出世嘅妈妈出来讲国语，佢许多学教嘅老师开始教佢讲客话，佢当到演拗唔在，嗰種講嘅話我當好笑韓國人他如果沒有辦法攞客家話當作是媽媽的話，是母語的話他會看不起客家話，這一點倒是很糟糕。兩下聲音呢，其實是那個講客話佢會排泄這個是我們要去克服的。尤其一天有好嘅客家話，將會有客嘅客。那三國這樣有辦法繼續保存下去我們的客家歌的推廣也好，客家文化的推廣也好，一定需要更多像我們林展業老師，像我們謝啟松大哥這種精神，個加上有很多優秀的歌手當然像美芳在大漢之音這個主持節目其他一個推廣好法了畢竟我們會變成如果沒有努力來推廣將來我們真的會變成弱勢。故作講兩種文化政府有禁音，沒有義務真的要拿出經費。就剛剛我講的就獎勵後生的媽媽，即將要生小孩的媽媽，將來的客家山歌比賽，將來的客家講客家話的比賽唔係細人的比賽，愛細人的老家媽媽共下來比賽。獎金較高啲咧我相信好嘅就會鬧嘅啦讓客家話本都轉去做阿美話並唔係先嘢去學教學轉來話按樣才會傳承啦才會增進啦對嚟做祝福今年嘅表演這個圓滿順利，也祝福在場所有好朋友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對嚟咪什麼太這個安子生，謝謝。心想事成，好事成雙啊！好，謝。那老師就這樣，因為還有一萬里對啦，要拜託大家兩禮拜還有接到民調的天發拜託大家支持董建苗好冇？先嚴重對啦，拜託大家，謝。好，什麼內議長要什麼那個秘書帶來我們的最誠摯的祝福，要做華內議長形象施神那當然要貼合關於最內帶點的某最短內規定，要有請客委員我們的特別專員王小姐請上台。客委會的王小姐。給片。這邊啊，好，你不要上來跟我的，好，謝謝你好的，你那條發託，那有沒有了客委會來做一隻神像，呀什麼那客委會來做一隻字頭，因為在那今日發託當中，最主要就推廣客家話，我來唱客家歌曲，三下來，講唱藝術，說唱藝術，給佢係冇強用喺線上帶電，學生強下來講唱，因為家議長也有講到，我來推廣客語，故所呢在節目當中沒有特別來安排呢一段。你三下來，我有請給線上係廖秋玲線上帶電幾個學生陳子怡個主題就係乜嘢？講客話。個主題還有龍影、龍耳，聾人、聾耳。那我們來邀請我們的廖秋玲先生老師是來，所以這要學客家話不能怪照德武聾影又聾耳啦這位學生也是剛學的口說藝術，所以大家不要見笑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學習當中，那就給我們一個機會，老師跟學生的講一說口說藝術好冇？
做对吧？好，来，我们现在开始了哈。好，大家好，大家好。两位太子，请问故乡太平？太平哦，到了车子去。你呀，烫茶嘞。太平哪有火茶？你烫错嘞。巴士拄好张哥。耳孔向外按龙，天当向雷公哦。哇，我讲啊，nhà cái耳孔向外按派。好事，爱3000做泡菜。观众有好事冇？有好事，向外按晒，唔定按晒。3000做泡菜，哪会在呢？你呀，食材容易又容易呀。老古人讲哦，买鱼就是了米。nhà cái sư phụ là ngày今年16张油出，我讲nhà cái sư phụ là好啦，2-3股就2-3股啦。我根本已有读到一张容人容易啊。哟，唔記得咧。好啦，2-3股都2-3，讀到一張龍，讀到一張處女龍誒。我聽人講。哎呦，你要我蛋蛋糖我爱讲乜解啊？糖油啊，油股也有咯。到底係乜解人？係美國人也係阿多啊？唔係，我只係正統嘅客家人啊。什麼大家？什麼大家？陳子怡、廖秋玲、張來了。剛才佢講嘅二龍二，安尼客家話就講二龍昂郎啊，對嗎？二龍昂郎啊，我覺得二龍也可以啦，大家研究來學習吧。因為在呢正統嘅行業當中，這個二龍廣啊，二龍昂郎啊，你特別有什麼記得帶來嘅一套呢來做隻技術，行業做多講多練習，安尼來認真咧來做隻推廣，相信客家話也做得成為安尼流行化當中嘅一種嘅語言。係薪火相傳一下吼，係3號嚟咧，無共用嘅哦，鍾鳳儀先生，莊紅茹老師帶來嘅呢首歌曲係佢嘅新歌誒，很多寄相思。來，莊紅茹老師，佢哋在了各個嘅表演當中嗬，每做得看得到佢啊精彩嘅表演，要有到國外來做隻表演哦，今日重金禮聘來我們的莊老師。我們莊老師呢，剛剛還在趕場哦，真的非常嘅辛苦哦，大家眾賞鼓勵好冇？謝謝，希望大家。大家要說係我這個下一個詞《寄相思》。就
带来两首后堂的英雄。谢谢庄老师有个太剧的这种感觉。要苏国恒来这个做词曲对，编曲是我们的钟祥清钟老师。长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哈，谢谢。庄宏儒老师真的是词曲创作，就跟我们的林展毅老师一样哈，非常的优秀。因为在词曲的创作当中哈，就带来很多后堂的歌曲。没黑创作给欣赏啊，就会讲啊，他可能离不度下歌词给时间，就写出他的心声了。错歌声当中哈，就有带出个特别无穷样的感情。说好了，有请3万3期歌谣版，哇，请上场。带来嘅歌曲咧，咩係林占义欣赏嘅歌，很多一切审拍种树种。哇，3万3期歌谣版哈，真嘅记得咩？真嘅非常的优秀，因为3万3期3万乡。对，安尼地方来讲的话，是比较属于偏乡。故说歌谣班也成立当多年了哈，有记得到真人持续的来做在联唱，真人哈也非常的认真哈，特别歌曲系一切成败种树种。
神梦三万沙期歌谣版所带来歌曲，一切神拜种树种，俩树种，树把种，嘿，树把种，树把种，树种，哦，哎，神拍了就菜拍 N 个树种，对，一切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哎，三号嘞，游唱嘅哦，真见到非常嘅厉害，嘿，实力派的唱将，实力派哦，诶，具有观众片啦，哦，系，不过基本嘅呢，佢爱带嚟嘅歌曲係連在面線上嘅新歌誒，很多小行，小行，錯，今天還帶來另外一張人，愛合唱，係吳如意老師，還有我們的東升，沒錯，就是我們桐花協會的總幹事，哦，大家掌聲好不好？來分享呢，吳如意老師以及我們的東升帶來的歌曲是《修行》，謝謝大家，謝謝。大家好。台港后没有掌声，谢谢。
谢谢我们的吴如意老师来，以及我们东升所带来歌曲。带来的是后堂嘅歌曲，很多修行，修行。对。哦，3号人，真给福一总给厉害哦！我们重金礼聘哦，远道而来，远从台北板桥呢这片过来哦。因为你系客家客家山歌歌后。哦，真给哦，接近国宝级哦，给大白都讲，不要讲国宝，国宝更漏的啦。不会啦，资深了，我们资深了。真给，因为他说国宝是要放在故宫博物院的。啊有。古所来，你都很给歌后。歌后我们客家山歌后李秋霞老师以及我们的客家陈雷，客家陈雷，大家陈雷哈，陈建居老师，向他带来两首歌曲，很多松锦财，过了大会堂，那有请我们的李老师以及我们陈老师，大家好，好，我今日来此表口，我立秋哈。由于非常欢喜，然后我嘅第一门神，因为在客家天出嚟农业大擂台比赛啊，吼，我哋客家村里为大家带来咧，客家两树小跳双剑彩大会堂，来掌声欢迎！我
我们的客家陈雷，客家陈雷，陈雷，红肉年哦，红肉年哦，哎，中翻红肉。那中翻红肉年，我讲行冇，我谈行冇。我非得你讲我会讲。你讲红肉年啊？我用我咩？算嚟去班嘅客家人啊。班嘅客家，要識嘅客家西郎。哦，要識嘅後南水，對對。一按不管一完工。哦，一按不。咩啦？我講紅肉年來唱客家歌曲，安尼真叫俾佢眾神鼓勵對嘛？什麼客家？咩，今按到起的嘛，現在冇講法咧嚇。那我繼續。哦，繼續講起啦。對啦，剛才我講嘛，我做嘛。冇啦，安尼個繼續啊，意思講吼，安尼你就下老師帶兩俩，安尼客家陳雷，客家電視台那邊表演出來，表演出來，演出哦。我貼嚟做一隻，貼嚟做一隻小雞啦，吼，因為佢要學老年，要唱安尼嘅客家歌曲，係咪講真係安尼學習當中有遇到困難冇？先生，我聽無。冇啦，冇乜困難。冇乜困難啊！我東鎮啊。哦，要讀到好嘅先生啦！哎呀，講咗對嘅啦，對嘛？扮粗皮。哎呀，咁咩黑傻皮的喂？你扮傻皮啊？鄭毅老師要迄個的偶像。啊，對。林鄭毅老師哈，今日唱當到鄭毅老師歌曲，我講從剛剛一開場到啲哈，鄭毅老師嘅歌曲越彈一首唱出來，啊，唱到老學生講，我最喜歡搞嘅歌曲，因為適合我哋啲年紀嚟唱。哦，適合安樣，他鄉土，他然後嗰個，他要嘅安尼嘅客家味嘅嗰種嘅。唱嘅係有人係會係特別做一首。你讓我點愛那一位痛，我講我冇錢，我就鬼神痛啊！有樣咧，讓我點愛那一位痛，我真愛了嗰個。係啦，剛才係小五，哦，我哋小五嗬，誒雖然喺捱幹事，唔過你係要咩鄭毅老師電影門神，佢哋本身要咩作詞作曲嚟對，錯，係啊，所以呢客家歌曲唔可以數人，係唔可以數人，我貼嚟做一隻推行。哎呀，其實剛剛矮嘅媽咪哦，剛剛講說你用乜啲矮胃痛哦，矮了哈鬼，奶胃痛，矮鬼什麼用？鬼什麼用？講到見你啊，聲音你啊是那個用就做唔得哈。哦，今日呢客家歌曲我希望大家注意嗬，多多推廣嚇。那個呢客歌曲嗬，在那嘅到嚟台家不論任何場所都能夠聽到啦。好，哦，安尼辦法係。你啊，我學客家話，提升真的學唱客家歌，係最出色嘅。當然，每天台都主持節目，我咪當到你聽眾朋友嘛，係嘛？是。客家人我入嚟，加油！好，接下來繼續到嚟歌曲係。啊，冇咧，我就按樣天天，就按樣天天啊。有你這喺我時間冇按床啊，就唱按天天啦。係嘛？好啦，如果是我冇按床，係啊。其實老公，你冇唱按床哦。你喺我講冇唱按床啊，我話我繼續，你啊你咪叫我勁唱啊，要開玩笑喎。我按床啊，就按床啊。謝謝啦，謝謝我們秋霞老師，謝謝你，謝謝。哦，三號的我有有像實力唱將的老師吼，曾浩明老師。曾浩明老師，哎呦，跟我一樣高哎，跟你一樣高，街頭藝人。大家好，街頭藝人。哎呦，哇，欣賞後，洶湧狗突哦，有樣。看到你們這麼高，我自動退下。卡多一些咧，我是平底鞋啦。哦，欣賞想問一下，今晡日我帶來乜嘅歌曲？啊，帶來一個客家英雄。哦，客家英雄，嘿，讚美欣賞嘅歌曲哦。對。好，眾神鼓勵。係，多謝，安主席。
鼓掌动龙的，对吗？哇，非常高亢的歌声，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哇，很赞的哦，非常好嘅非常嘹亮。安尼刚有讲到爱推广安尼汉语，在推广汉语当中，平常生活当中，係咪多多講客？錯啊，安尼從細愛開始。對，從細開始講，見大家都福卡，安尼福卡吼，安尼睇你我帶定4年嚟向下嚟講客，安尼在生活當中，在無形當中學習漢語。愛談愛講，非常會創，愛談愛講愛創。還會笑，還會笑嘅愛呐！安尼客家師，學一些客嘅，唔係講做安尼華語，安樣來笑，係就安尼講乜嘅聲音，安尼做嘅來笑，愛講客，愛講愛，好，嘅這個做愛，安尼平常做愛，安尼多多的講要，係我要什麼我要什麼，愛什麼，嘅做寫愛哦，因為有去考過，有去參加考試嘅人。主題安尼咧作文嘅漢語安樣扮演下。錯，非常嘅有難度啦，報太檢查啦。係對，要鼓勵大家啦，來多多參加漢語認證，還有初級、中級，中級啦、中高級向下，佢做分數來算嘅啦。今年還沒有高級咯。係有中高級、高級哈。歡迎大家向下報名參加，你下帶下來做愛講客。愛講客邀請我們的郭桂美老師以及帶她的孫女，帶定嘅孫女向下來講客。大家好啊！大家來參加了苗栗桐花音樂會，非常的歡喜，我帶定個孫來，但是呢，行喺露台躺到啊，也愛睇嘛，個阿公行較好笑嘛，佢也愛來，咁樣好啦。我到今日出來，同大家見面，同大家來唱幾首歌誒。我係郭桂梅，我係孫，你乜名？我係郭英賢，我係郭陳雲，我係郭安大家好。啊，你唱乜嘅歌誒？阿公嘅劉先生。我哦。哦，阿弟弟要唱乜嚟？愛唱太普調。哦，小跳哦。小跳哦，好。給你兩首。兩首出來唱《金聲言》。OK，好，謝謝。欣賞唱漢音樂，什麼嘢？謝謝。
什么带来连串的客家嘅主曲哦，佢係福隆人咧，福隆人來唱客家歌曲，是那個閩南人唱客家歌，非常無簡單。好，故說我本期多多來做隻鼓勵，還係強調大家現場嘅咩非常嘅讚得。係，沙下來我有請3萬嘅歌謠班同進合唱團，3萬同江沙旗歌謠班，帶來嘅歌曲很多水利清唱。哇，呢個班嗬，年數來參加年數咩當多哦，記得參加禮拜2嘅早晨頭就來做隻練唱。哇，今天這麼多的姐姐哥哥哈，啊，好棒好棒。對，偏正數上了哈，往左邊一點點，好，來。把你們的笑容、那笑容帶出來哈，紛紛喜喜來唱，帶來歌曲係水利清唱。水利清唱有分法，
线，跳出流苗，幸福。超速经过大水里，永不张开心阳手，数月数来心连心，岁月轻松，岁月轻松。感谢安尼个哇三万同江沙区国有班带来个水利青创。3万姑娘奖优奖，奖优奖，奖优奖，真嘅非常的奖啊哈！尤其从歌唱当中带出了一个青春的气息啊，慢慢的来，慢慢的来哈，安全哈重要，也天时跟了更有重量的啊，你特别要注意一下哈，我们保暖一下。对，保暖一下下。强加一下。沙下来，莫汹涌，莫汹涌哦。朝阳歌唱舞蹈班，哇，邀请你们上台。看记者那个服装的打扮，朱迪这一群真的非常活泼。小心哦，非常有法力啊，活力哈。对哈，轻发跳啊，来带来歌曲的舞蹈的是来个蹦蹦。好。来个本地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哈，掌声在哪里？哇，准备好了吗？来，老师音乐请下。夜来临，我要把握，时间短不多 ，Tonight Tonight 哟，黑蒙蒙的天空，想来个蹦蹦 ，Tonight Tonight 哦。那个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车相会，今天买醉，车相会，把握机会，快活6岁。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来个蹦。我存着一个心事，今夜将梦事干杯，有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彻底发挥，根本多余的泪水能浪费让它浪费，跟他说再见，潇洒离开头也不回。快步调的社会，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待到聚会之后放到睡才回去，放下忙碌工作此刻好的压力，给自己担心明天生活还要继续。几百度。这一口我说烦恼忧愁，就像耳后我的男生不再如此盲目，我的哥们都在number one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哇，非常的有发力，非常的有活力，待会给来个蹦蹦。再次谢谢我们的赵桥朝阳社区歌唱舞蹈班，真也非常的有活力的一群，是蒙利德啊！哇，来个蹦蹦，真的非常的有活力。好了，接下来有请到的一对我们的男女的对唱，因为记得给两集哈。平常在各个的比赛场合当中，就有看得到记得来做一个对唱，加到根本也发托，那有请记得来做个演唱。好，分享你嘅廖秋玲先生，还有黄汉宏老师，演唱来唱两首歌曲，很多爱你爱到老，爱你爱到老。来，秋玲老师。
谢，哇，感谢那个廖秋婷上还有黄汉宏老师带来给廖叔，爱你爱到老。沙哈罗嘞，你爱来有请我的 partner， 黄雨桐小妹妹哈，廖哈爱来自那个国立台湾技巧学院音乐系学习哈，来从廖叔歌曲很多同族乡土客家情。大家好。好，老师音乐请下，谢谢。什么拍嘎？红竹乡土客家情，谢谢。
谢谢两位所带来的同族，乡土客家情，谢谢你，谢谢。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因为你的带头，因为你的带头哈，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穷庸啊！啊，三好了，以穷庸是我们男女的对唱。从你我的有请你给总雄 Q 信章，张香菊老师，还有我们的郭国安老师，带来歌声是爱的路我走，众上分享。老师同学大家好。大家好。
来个落伍中，谢谢我们的郭国安老师以及我们的张香菊老师。哦，非常的好谈哈，真的吗？有真的吗？有，必须呢非常棒的手势。错，好，真经非常的强。撒下落来，安尼家下从头到尾就网友谈到三国。错。了撒下落，摇唱到的是唱三太跳的主曲。三太跳主曲，真经也是安尼个必须个常胜军，就是安尼个詹银兰老师。来，我们唱了三大调的主曲。我们的会长好，来宾好，各位会员们，大家午安好。来
什么？哎，你给谢谢我们的银兰带来按后堂的三太跳的主曲哦，多了代表我那启智勇的秘书，同时也系台湾市民代表会的代表，那钟正实的钟代表，要来到了现场，本太家来到的鼓励，我们钟代表要不要上来支持？好，谢谢你哦，谢谢什么，好，那今天的精彩的节目一系列都了代表带本大家，向下来认识安尼客家歌乐，接下来。有请大家向下来做着进行大合唱。好，邀请我们今日有表演的所有团队以及歌手们。好，在我们大合唱之前，那在这有请同马协会理事长林展毅林老师上台给大家来做一个致谢。大家好，今日出差非常的神猛你面前开始了，从客委会的我们的整个客委会的代表呢，全部到现场，而且呢，从头看到尾各级的长官所有的长官呢，全部都有到场在今天非常的神猛，然后几个到最后又看到我好朋友钟正慈是吧？然后真的今天非常的圆满，而且呢，在疫情这个状况之下，在外场大家都非常的准确亮呢从头开始，所有的歌唱的朋友了都对亮呢现场的支持鼓励真的大力了，谢谢。我们最后圆满成功了，我们请 MA 飞檐底下呢，我这个几个主要的歌唱的好手们到台上来，我们大家大结合，最后太合唱客家诗歌太合唱那也要像我最亲爱、最喜欢的这个团队今天来一个蹦蹦。钟代表要不要一起上来？钟代表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打拍子也好非常启智勇的秘书特别来到场来给我们做鼓励接下来客家诗歌一家亲。看得到歌。好，我们音乐请下，我唱一年大家向下来唱12点开始到现在，忙上忙下的了，感谢大家。
帮您谢谢我们的立委秘书，谢谢你，谢谢，也辛苦老师了，也辛苦老师了。来，换我，跟我。好，碰他，来。好。